针对总统赖清德提出的释宪甲暂停处分，国民党一透早嘛开记者会，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的总调鲍群基来发话，请赖总统都要勇敢来面对着国会甲人民。鲍群基嘛来反呛，敢讲台湾是极权君主专制的政权。人民没有吃的权利吗？台湾已经成为皇帝制。 中央集权专制压迫的政府嘛？国民党总调鲍群基针对总统赖清德宣布申请释宪以及暂时处分了后，批评无保留，民进党有说明。太无缘，根本不了解他们自己所写的法案长得怎么样。我相信总统只要今天签的话，那我们礼拜三就会送第一时间就会送释宪到以及暂时处分到司法院。 讲释宪是维护宪政的体制，面对那被联署法官复议案了，民进党嘛要发动释宪的程序，只要大法官认为讲有辩论的需要，宪法的法庭将成为后一个战场。我们尊重那个申请释宪的一个决定。释宪案可能来不及。那这个是尊重那个宪法法庭的一个决定。那民进党突然提出释宪，总统府释宪的方向注重在国情报告常态化，随问随答。那行政是针对审查人事同意权。 要迄个定数的刑责部分，听讲监察院是针对调查权，是讲国民党立委吴宗宪则评估法案只是部分违宪尔，和另外批评明知影是人权违宪的法案，搁强硬要通过。它的前提是，因为大法官是民进党挑选的，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信任大法官能够持平的依据宪法判决，那会不会造成条文全部被他认定违宪？ 坚定立场对释宪有信心，复议案的战线延长，释宪案调野继续攻防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